我每个月几千块而已。你起码是4500吧。对，几岁啊？你小朋友6岁。 6岁哈。可是你不是有中低？我没有中，哦没有，是中低而已。没有中低收入户嘛哈？中低收入。因为现在就是那个院长那里就想办法就给我那个低收入，对，他说他低收就不用。对对对对。没啦，那个个留这边，给咱转那个。这来调不好，因为个时间有也拢提前啊，你多调也都。这个放下来。加马哥，来了。可以。修胖啊。哦，修养绿园那边。哎对。平常你这里就没有蚊帐嘛？没有。有没有蚊子？哦，有时候有了。他们就是送你们这个环保蚊帐的话，你们就不怕被蚊子？对，不会怕蚊子跑进去的。看起来很漂亮哈。对。这个我等一下女儿下课的时候，她就很喜欢了。哦，你女儿多大了？我女儿6岁。6岁了，在上课了。在上课，幼稚园那边。几个小朋友？一个了哈。一个女生了。你要照顾婆婆吗？我婆婆不在了。你婆婆不在了，就是你跟女儿相依为命。我跟女儿，正好可以，然后我老公也走了。老公也走了哈。要坚强哦。到现在，这真的时常会照顾我，真的很好。他们过年过节有对，每个月有送那个东西给我是，然后那个还有那个过年然后给红包给我，他照顾真的很好。那他们刚刚比如说是你老公过世的时候，这个慈善队有帮你负责你老公事？有帮忙哈。有帮忙。你有什么要感谢慈善队吗？我真的很感谢他了。我本来是越南人的，然后不懂什么事的，然后我从我老公事情过世的时候，他帮忙我不知道怎样啊，然后问他，然后就是他帮我，我真的很感谢他。这里，原本就有。对，原本就有。以前我女儿小的很都要挂蚊帐哈，没有挂蚊帐会有蚊子哦。这个。进去里面。哇，这个会不会太短？它这个太高了，所以没办法。汉荣董事长捐赠蚊帐给彰化市分园花坛有需要的民众。那今天特地来花坛这边把蚊帐送给需要的民众。那我们也把蚊帐挂上去了那尤其是这个夏天的时候蚊子也特别多。那有这样子很精致的一个蚊帐也可以预防这个蚊子叮咬。那也让我们的民众在睡觉的时候能够更安心，然后也不会受到蚊子的干扰那尤其夏天的时候，蚊子拢给它叮到有时候这个登革热也多所以这个有这个蚊帐对我们民众来讲是非常有帮助。